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引带，通互阮虽然伫落雨的气候中间，但是主你的恩典就亲像雨水，遮尔大港，遮尔互阮得到滋润。因为雨水嘛常时来滋润土地，互万米来受到灌压。但阮恳求主你的圣神，就亲像雨水淋到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顺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即几礼拜，咱照着普世的经课表，通过马太福音书的经文，会当看见着耶稣伊开始侍奉上时，嘛伫山上的部分对学生有教导。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嘛通看见着要怎样来活出基督的生活。咱伫顶礼拜透过马太福音书第5章13节到第20节的经文内底，咱看见着基督徒的好行为是需要通过安尼来归荣耀给天父上帝。但是伫今仔日，咱通过27节一直要看到伫真歹势对21节要看到伫即个37节的时阵，伫遮有4个段落，总是咱会当甲归纳有3个主题，也就是论受气、论奸淫甲离婚，上时也阁有论咒煞。伫今仔日一开始第一阶段，咱看21节到第26节，耶稣伫遮咧讲论受气。咱通看见着讲，一开始耶稣对着学生的教导内底，就那亲像用着旧约先知所咧要求以色列百姓迄款用命令唔通即款真绝对的要求来仰望伊的学生来遵守。所以通过论受气，咱伫今仔日的经文，拄则咱的启义长老所带咱读的过程中间，咱共看见着伊的记载，互咱看见着伊将受气甲唔通害死人的即个观念来连接做伙。意思就是讲，那受气即个事会甲害死人有关系，因为受气会成做兄弟的伤害，上时会做毁灭性命的地步。我想耶稣咧讲即个代志的时阵，对着犹太人来讲，因绝对袂记即伫旧约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记载，也就是该隐甲亚伯的故事。因为该隐甲亚伯的故事，咱通看见着即对兄弟因为伫受气的中间，兄哥来将家己的小弟甲杀死。所以通过伫即款的观念内底，咱通看见着讲，耶稣将受气来看作是一个真严重的罪，因为受气是会来破坏整体团体的关系。所以伫遮，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概念，就是耶稣一开始咧教导伊的学生，就爱用着和谐、和平即款团体的健康来维持伫门徒团体即款入世的生活来做见证。所以伫遮，耶稣举3个例，第一就是伫言语的中间，会来伫受气的时阵，会伫言语的中间来侮辱人。第二，受气的时会影响到现在的礼仪。第三，受气嘛会有关欠债的即款的代志，因为这拢是牵涉到人人际关系顶面的无协调。那假使讲无法度解决，咱通看见着讲，这是一个怨恨，这嘛是一个罪恶的起头。所以一开始咱咧看受气，耶稣更较要紧的是咧提醒伊的学生，
那假使讲人甲人之间的关系袂当有和谐和平的时阵，安尼就无法度伫面对上帝的事奉中间来活出听上帝甲听人即款的见证。第二，咱对27节安尼看到伫即个32节的中间，咱通看起着讲耶稣伫遮咧讲奸淫甲离婚即款的教导的时，咱基督徒读起来，那亲像讲，哇！我若信上帝的人，跟对耶稣的人，就那亲像爱开骹破相，因为伫遮甲咱讲你若目睭有看起着歹，你就爱甲目睭捂掉，或者是讲你的手若互你犯罪，就爱甲手斩掉。但是更较要紧的是，耶稣伫遮来甲咱讲一个分别做圣的一个生活，因为耶稣伫遮咧教导的是毋茫讲。跟对耶稣的人，爱会晓控制家己的欲望，毋通互欲望来成做阻挡咱跟对耶稣的因素。所以伫遮咱看起着讲，耶稣的教导内底真清楚咧指出讲，迄个圣洁，就是讲手也好，目睭也好，毋通成做阻碍身体来做一个纯洁的圣道。更较要紧的是，伫婚姻的中间，嘛爱有好的表现。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耶稣主要是咧禁止伊的学生毋通有无正常迄个性的关系，因为当人有无正常迄个性的关系的时，会破坏咱的身体。因为保罗先生安尼甲咱教导讲，咱的身体是圣神的殿。那假使讲，咱的身体有犯奸淫的常时，或者是讲有无正常的性的关系，安尼嘛是代表咱对基督家己的身体来犯罪。第三，咱看起着咒诅，当来到伫旧约，为什么伫旧约的中间有咒詛这个事？因为伫这个咒詛的中间，当时是要来防止人。毋通来有虚伪或者是白贼，所以伫咒詛的中间，咱会当看起着讲，这是一个公开上帝的一个上诉。更较要紧的是，呼求上帝来对某一项事有关系，是个声明的一个做证。所以耶稣伫遮毋望伊的学生会当伫日常生活的中间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上帝来负责任。对着耶稣来讲，咒詛的重点应该是爱讲实在话，因为透过咒詛原本是要来防止人的白贼，所以耶稣伫遮主要是要来消灭伫生活顶面的虚假，更较要紧来跟对耶稣的人爱活伫光明的中间，毋是将罪恶来温密起来。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对21节到第37节，遮尔长、遮尔要紧的经文中间，主要耶稣嘛是咧甲咱指出一个真要紧的概念，就是跟对耶稣的人，你所顺探的是家己的肉体，或者是顺探伫耶稣的教导。伫准备今仔日的。这个讲道的内容的时阵，互我有机会重新倒来看这段经文的详细。我想咱咧看这段经文的中间，若假使讲咱无因为耶稣对着门徒的应允，或者是讲无耶稣对着门徒的呼召，那安尼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会感觉讲，那亲像咱受到审判。但是咱若从今仔日个经文，甲耶稣伊所应允互咱，诚做有福气的人，安尼来做伙看的时阵，咱会发现着讲，伫顶礼拜咱所讲爱有好的行为，伫今仔日耶稣一棍头直接来甲咱讲起着好的行为是需要对心来做开始。所以咱会当看起着讲受气，迄是一个情绪。奸淫或者是讲离婚，
这是一个情欲、咒詛嘅教导，会当看起着讲耶稣伫遮咧甲咱讲心的实在。所以今仔日耶稣伫遮咧讲嘅内容内底，咱翻倒头转来看的时，会当看起着讲，原来耶稣伫今仔日咧甲咱提醒，跟对耶稣的人应该爱有迄个新的生活，毋是干那伫外在有好的行为来做表现，是更较要紧的是迄个内心的转变，爱绝对来跟对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讲，咱伫顶礼拜讲，咱要做耶稣的继承者。今仔日咱要做耶稣的继承者，就是咱要甲耶稣的教导，甲咱的生活有关系。咱的心爱有转变，所以通过伫今仔日耶稣伫遮的要求，或者是讲命令，毋通害死人，毋通行奸淫，或者是讲毋通被咒詛。即款的要求，就若亲像伫旧约迄个10条诫内底，耶和华对着以色列百姓的要求同款。因为伫即中间，咱通看见着耶稣5万亿的学生，实实在在会当去落实听上帝甲听人迄个新的诫命会要紧。因为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拢是对听来做开始。所以伫今仔日，咱通看见着讲，耶稣伫遮的教导，咱亲像甲顶礼拜讲的有淡薄的无共款。因为顶礼拜咱看见着讲对光甲盐，或者是讲律法遮的要求内底，耶稣咧5万亿的学生爱有好的行为，伫入世的生活中间爱活出见证。但是伫今仔日咱看见着讲，耶稣咧要求的是人迄个内心、迄个转变、迄个价值观，爱甲耶稣的教导有关系。换一句话讲，今仔日耶稣就是互咱具体来看见着讲，当伊每一项的禁止毋通的内底，就是牵涉着人内心迄个动机。人的出发点，人的内心的动机会影响你的行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马太福音书的耶稣伫第5章的最后的时阵，耶稣有来安尼来提起着讲48节讲，恁着宣传，亲像恁的天父的宣传共款。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咱做耶稣的军队者，咱来活出上帝的旨意来行伫地面上。那照着安尼讲的时阵，其实咱就会当去理解，今仔日耶稣伫遮会强调，为什么用着遮尔悬的标准来5万亿的学生来学习？因为所有外在的一切，拢是对人的内心，亲像受气。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通看见着讲，迄个内心的情绪，已经毋是干那是一个咒诅，是迄个受气会影响着咱对上帝敬拜迄个生活。就亲像奸淫，或者是讲离婚，即款的教导中间，咱通看见着讲，伫人的情欲内底有迄个贪恋。有迄个无正常、迄个性的关系，无法度来活出基督的生活。就那亲像保罗所讲的，照着情欲所亚经济的，会对情欲内底来受着死亡。同款，论咒詛，假使讲人的内心的思想是虚伪，或者是讲假好。华语讲叫做假冒为善，这款的心情的时阵，那安尼上帝要求咱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咱都活袂出来。所以，求当来到伫整个圣经内底的信息来做伙反省的时阵，今仔日耶稣对着咱的要求，对着咱的禁止，其实就是互咱重新去想耶稣
咧提醒咱的心，或者是讲咱的动机，若假使讲无有疼的时阵，那安尼要怎样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情绪、情欲、内心的虚伪，这拢是来自肉体顶面顺服的自我，这是罪。确实，耶稣要爱咱伫内心所顺服的是天父上帝的旨意。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咱华人有一本册，大家拢真熟悉。这本册叫做《菜根谭》。菜根谭内底有一句话，伊安尼讲：伊讲相由心生，相随心灭。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的心所想的，或者是讲内底所计谋的一切，拢会对着你的外在来显露出来。所以，同款的意思，等来到伫咱的信仰中间咧讲，迄个心，嘛是咧提醒咱，因为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迄个心是整个生命的源头。伫英文叫做 mind， 就是迄个心智。迄个心，若假使讲无法度活出基督的教导的时，那安尼咱就无法度活出基督的生活。伫准备今仔日个圣经的中间，真侪圣经的注解册，拢来为着今仔日个圣经节来落一个注解，也就是讲17节的经文内底，来活出一个什么叫做全新的人。也就是讲，今仔日咱军队耶稣的人，咱要怎样活出是一个新的人？但是咧看这个注解册咧写这个文字的时阵，重新互我对着这个文字，都重新来做一个对话。今仔日咱要做全新的人，若假使讲你的心无转变的时阵，那安尼又搁怎样有可能用好的行为来表现伫日常生活中间？我想伫今仔日个耶稣的教导内底，扭转来到伫家己咱的国家社会来反省的事。有啥物款的意义？真趣味。其实现代人真容易军队家己的感觉来记，人欢喜军队家己的感觉，所以伫人际关系、伫家庭的生活、夫妻的生活，包括咱对上帝的关系，这个问题拢直接成做是社会的新闻。这个问题拢会当看起着讲，咱受到俗世的因素影响真大，直到咱无多来活出属灵的生活。什么叫做属灵的生活？那等来到伫今仔日的圣经，互咱来做一个提醒。你的内心、你的动机，若假使讲无疼的时阵，那安尼又搁怎样会当伫好的行为内底，伫日常生活来归荣光伫上帝？我想有机会伫咱的教会中间，咱受到宣教师的影响，互咱会当看见着伫宣教师因的事工内底，伫基督教会伫台湾的发展。会当互咱看见到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这个宣教师因对第一世界的国家来到伫第三世界的台湾，因唔是用着统治者，嘛唔是用着殖民者的身份来对待咱。反倒咱看见到这个宣教师。为什么因要办学校？为什么因要开病院？因为因相信，
好好甲病院，是人除了教会以外，会当常常伫遐出入的一个场所。当人会当伫教会的学校、教会的病院出入的时，那安尼伫教会的环境中间，咱用听来去做见证的时，会当帮助更较侪人来入捌耶稣基督。所以到现在为止，有机会到重新来看咱大比牧师，伊伫马街病院开幕的时阵，伊所讲的迄句话，值得伫今仔日，互咱做一个反省。因为咱大比医师伫马街病院伫中山北路做开幕的感恩礼拜的时阵，伊讲病院爱用上好的机器甲药材来成做咱服务人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一切拢是要归荣光伫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讲，伫教会的环境中间，咱爱用着耶稣基督迄个听来出发，来成做社会甲社区的帮助。各位兄弟姊妹，若假使讲是安尼的时，对着你我拢是基督徒来讲，又搁伫今仔日的信息中间有啥物款的意思？我想咱大多数的时间拢入世，所以咱真侪时阵会受到俗世的价值观来不断扭曲咱的信仰。所以咱咧面对着人也是事物，有真侪无共款的面向，会伫咱的中间来产生。所以伫即站，咱看见着，因为肺炎的问题，全台湾的百姓真侪惊吓甲不安。差不多伫2礼拜前，联合报的社论有一篇文章，伊叫做“一起来做心灵防疫，别让恐慌变成一种疫情”。意思就是咧提醒咱，今仔日咱要活出基督的生活，毋是用着迄款互相指责，毋是用着迄款为着喙阿嬷的代志伫遐安尼互相来批评，是反转徛伫教会的立场，咱毋是被动去面对社会的问题，是颠倒转来到伫咱的信仰中间，咱怎样会当互这个国家社会内部有真侪紧张惊吓的时，会当透过教会的信仰来关怀带伫台湾每一个居民。伫最近到伫今仔透早，牧师在咧看所有普世的文章，看全世界的教会面对着这波的肺炎，到底拢安怎来处理？看见着英格兰的教会伫遐为着守圣餐的代志，伫遐大家有真侪遮的方式。看见着欧洲的教会怎样来去面对着伫肺炎的中间，怎样来互礼拜或者是团契的小组会当有重新的调整。包括伫亚洲，香港的教会要怎样来去思考，当因上界严重的时阵，怎样来去面对着社会问题？但是今仔日咱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要活出基督的生活，咱上时嘛是爱倒来到伫咱的信仰隔壁所讲，教会需要去认同所有的居民，透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机会。我想淡水教会咱徛起伫台湾。咱毋知影未来会怎样，但是更较要紧的，虽然伫这段时间，咱的会友有的可能有紧张，无方便来教会；有的可能身体真正有欠安，无方便出门。但是牧师真期待讲，每一个兄弟姊妹，毋是听着人咧扫。
毋是听到人伫遐咧拍假手，咱着用着迄款欺世的心。咱颠倒应该用着关怀、安慰、扶持的态度来成做最人的帮助。因为咱的社会无需要通过基督徒伫遐来造成对立、造成受气、造成怨恨。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就亲像伫箴言4章23节所甲咱提醒，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想得需要甲大家做一次强调：如果你的内心是无绝对来跟对耶稣基督的时阵，你看今仔日的经文，你会真艰苦。但是当你的心欢喜，绝对跟对耶稣基督，绝对来领受上帝互咱的呼召甲应允的时，你看见着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咱会当看见着原来咱是遮尔有福气的人，因为咱要互上帝来采用，通过安尼活出基督的生活，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好的行为，来看见着疼的起初。愿上帝来成做咱的引带，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赐福，来互阮会当因为上帝你的恩典，来得到上帝你的看顾。阮知要跟对耶稣，毋是遐尼容易的事，因为阮需要有绝对的跟对。但是，阮嘛伫即中间咧学习，要怎样互阮的心会当完全绝对来跟对耶稣基督？恳求主来甲阮三个同在，互阮会当完全的献心，伫信仰的道路跟对耶稣来归荣光伫上帝。互阮会当顺转的，亲像天父的顺转共款。恳求主来带领阮，阮将阮的性命、生活，拢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看顾甲引带。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